一天没吃饭了吧？天塌了也得把饭给吃了呀，啊？你不让我管你，那你管我干什么？你要再这么闹下去，给我搬回去啊！你凶什么凶啊？你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什么都不告诉我。现在庄丽丽讨厌我，就是因为你什么都瞒着我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管我。你们是不是都很讨厌我？有些气话，它就真的只是气话；有些错事，它不一定是真的错。小安，你没有错，黎黎也没有错。很多时候的争吵，留下的不是伤痕，而是让彼此的距离更近了一点。我们都在用不完美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需求而已，所以你不用自责。爱你的人是不会离开你的。好了，快吃饭吧。我想喝酒，可以吗？你这个样子的，你觉得我会让你喝酒吗？可以吗？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没用的。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李总，咖啡冲好了。
总，我想辞职。未来1个月，我会完成我手上所有的工作。虽然你很能干，但你去意已决，我也就不挽留了。我希望黎黎也能够早日想明白，离开你小时候的公司，这么高强度的工作，真的不太适合她。嗯。小爱，黎黎回家了，你们是不是闹点别扭啊？没有啊。庄氏集团出问题之后，黎黎家也接连遭遇变故。要不是我在她身边，她真的差点就扛不过来。小爱，我只想好好陪着她，保护好她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不明白。晚上我跟你小叔去庆功宴，他是不是没叫你？嘿，小安，是不是我的东西你都要抢？日光东西看多了吧？宋明。李总，我就不去庆功宴了，家里妹妹一个人在家，回去陪她。哇，好像你睫毛好翘，这肚子太圆了。你们俩看什么呢？猫捉老鼠。猫捉老鼠。猫捉老鼠，我也要看。姐，我爸喝多了，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。哎，谁喝多了？谁喝多了？啊！站住！我刚到家你就走了。不用你管。幼稚。说谁幼稚呢？小孩。我早就不是小孩了。又胃疼了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帮我拿药。起来吃药。你喂我。
李静信用卡怎么回事？还有我妈的费用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时候呢从林总的车上下来，这些问题就什么时候解决。李静，你什么意思？庄丽丽，不是你天天吵着要离婚吗？再说了，我一个前女婿，我还能管钱丈母娘的死活？那我就让律师来，我要卖股份。这些馊主意是林森给你出的吧？公司的贷款你查过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套现会有几百万的债务啊？放开！我就不放。你疯了！大白天在公司干什么？这是我公司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再说了，你是我老婆。别叫我老婆，我们都要离婚了。离？你以为你叫庄丽丽，你想离就离？老婆。李总，这里有文件需要你签。好像签过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是个废物，什么都不会，没有人会爱我。我这样的人，又值得谁去爱我？回家。回哪个家？我们的家，走啊。小爱，好吧，我已经原谅你了，可我还没原谅你呢。走吧，你现在这头发倒是挺好看的，衣品呢有待提高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，我是怕自己都没有弄明白，拉着你一起混了。我努力原谅你吧。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，但是你记住了，照顾自己啊是最重要的。就算下雨，你也可以撑伞，可以叫车，不能跟雨较劲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爱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的妈妈也是好朋友。我们下次呢，一起再去找群姐，听听我妈妈的故事，好不好？上次安徽录的家暴视频给我，我已经找好律师了。啊，我脑子当时一片空白，把它弄掉了。还不是因为我跟我吵架，赖我，不然呢？你以后的事儿我不管了，我不管。哎呀，叶小爱，你真的不管我了？叶小爱，要我管就得听我的。好。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我只是想知道，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？还在纠结？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你就说，这婚是离还是不离？离，肯定离。这是最好的机会了，我们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这把火已经烧起来，灭不掉了。我们都在帮你，别怕。
李丽，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给我打电话，你忘了？你喝多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没有醉。老公，老公在。生日快乐！老公今天不过生日。谁说的？今天就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唱生日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那你陪我喝一杯吗？好，我们回家喝。林总，我们今晚不醉不归。小文，林总可是黄金单身汉，你可要抓牢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林总，这位是？我侄女。真漂亮。你们聊，我回包厢等您。喝酒了？我让司机过来接你，送你回家。我认得路。您这么忙，不用管我。李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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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打电话你也不接，这么早你来公司干什么？李静昨晚到底做了什么？昨晚我们做了什么，你还不知道？我收到这些，让我用钱摆平。
你自己看看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。你放心，我会调查清楚。李静怎么连出轨都说得这么轻描淡写？出轨？我怎么可能出轨？老婆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？好了，钟丽丽，你别闹了。我要出轨，我还会等到今天吗？你别解释了，恶心。叶小爱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还是你有办法，环节设计精妙，照片以假乱真。你是没看到李静那个哑口无言的样子。你这么开心，是因为你发现李静还是这么爱你，对吧？在说什么呢？你别忘了，我大学可是学心理学的。对，我就是很爽啊，那有什么错呢？你看看啊，你是爱他还是征服他，你自己可要想清楚。那又如何呢？总比你这个冷血动物强吧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要是再不行动的话，你小叔都要2婚了。钟丽丽，希望我没帮错你。我有急事出差，周末帮我照顾一下琪琪。小爱姐，不好了！文浩刚打电话来说，苏梅涉及采购走私面料，林总被带走配合调查了。李总，我想说的事儿知道了吧？林总这次真是不小心，不应该犯的错。是啊，谁能保证不犯错呢？出来混嘛，总是要还的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应该懂的。叶小爱，我没有犯任何错，黎黎无论如何不会离开我的。只是林森现在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到底该谁买单呀？我爸怎么突然出差这么多天？答应我周末一起去打高尔夫球，又说话不算话。我陪你去啊。不对，我没会员卡，以前都是测李静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没接我的。出差了吧？是不是小爱？叶小爱，你大晚上的不睡觉，一个人在这边，你是在躲着我吗？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。我知道，都是因为我，李静才会做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你是在怪我，对不对？也怪你。快回去睡觉吧。你小叔吉人天相，
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放心，一定不会让他有事的。小爱，小爱，随着最后一颗云彩降落，就这样吧，一生是我太过执着，玫瑰总要盛开的。抬头看看吧，也许那是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你回答我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？能不能不要这样了？你这是？你再说一遍。是不是只要我跟你回家，这什么都答应我？
可以答应我了吗？证明林森的清白。我说过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是吗？如果我让你去死，好啊，一起死。如果能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死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结婚时候的誓言，你忘了吗？你说过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在我们去宴会以前，让我们喝一杯。李总和庄小姐出来了。哎，林总和庄小姐来了，快快快！林总，林总，庄小姐，看一下我们的镜头，谢谢。哎，庄小姐，哎，看一下镜头。林总和庄小姐笑一下，两个人靠得再近一点，谢谢啊。笑，这么多媒体在。庄小姐，等会儿可以接受我的独家采访吗？庄黎丽，小爱，庄黎丽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李丽不在这儿。庄黎丽，叶小爱，这是我家，请你出去。小爱，我答应我老公回家了。闭嘴！听见没有？她是我老婆，这是她家。闭嘴，人渣！李总，跟吴叔很熟吧？我给你邮箱里发了些资料，你要不要看了这些资料再做决定？你想要的都要到了，我警告你，给我及时收手，不然你的选择会决定我的选择。庄黎丽，跟我回家。争点气，站起来！
丽丽，钟丽丽。叶小爱，你慢点儿。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？那他到底怕什么呀？为什么会放我走？李靖这种人啊，做的坏事肯定不止一件。我这不过就是攻心计，果然慌了吧？小爱，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真的爱飞，爱妻，你真的太绝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好了，以后不管再发生什么，都不许再瞒着我。有什么事可以一起商量嘛，不然就前功尽弃了。我知道了。穿鞋。回去。林总，有关部门经过认定，采购走私面料一事与您无关，您已经没事了。林总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小艾每天都担心的睡不着。这点小事儿，不至于。他昨晚都喝醉了。喝醉了。喂，你出差回来了？公司的事我会处理，别乱做主张。你骗人！姐，我发烧了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西西呢？她说她发烧了，我来看看她。我没事，不吃饭了？我不饿。来都来了，吃完再回去吧。最近在蝶恋的工作还顺利吗？我打算辞职了，自己创业。
创业可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。你是不相信我，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啊？你要想好了，如果你失败了，我不一定能帮上忙。我没有你想的这么有能力。很多时候，我自身都难保。小树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对吧？当然。一家人就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能照顾我，我呢也能照顾你，这就是最好的关系。你说是不是？想喝酒了？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更加的坦诚相待。美吗？美。是花美，还是人美？都美。小树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想问，怎样告诉一个你，我爱他？
妈妈的死确实不是意外，是自杀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件事情跟我有关。你妈妈的死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别再劝我了，我这次一定会成功。姐，风险太大了，没有这个如果。你看看这些债，你看看这些债，我失败了就是死。我什么都准备好了，我这次一定会成功。三，苏梅一定可以成为最成功的那个，你就当姐最后这一次。这是你妈妈留的最后一封信，看一看。森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。我放心把小爱交给你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为人慈悲宽厚，懂得感恩。我相信你会耐心帮我抚养她长大。小爱个性很像我，争强好胜。切记，将来不要让她经商，免得步我的后尘。因为当年我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导致公司失败，欠了非常多的债。你妈妈因为压力太大，才选择了这条路。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了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不要丢下我，小叔。姐，我们还有机会做回正常人吗？你爱我吗？爱。但是我累了。你不累吗？你爱我吗？爱。放我走好了。
你这么有魅力，以后不会缺女人。丽丽，我能再抱你一次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就一个念头，我必须要解脱，不然我们都没有活路。可是最恶心的就是，当我看到他流泪的时候，我又心疼他，真受不了我自己。你说，人要是没有感情该多好啊！所以我们就要证明自己，没有男人我们也能活。你要是再敢找林森帮忙，你要是再对李静心软，就是狗。叶小安，其实我还是有点害怕。我也怕，但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就是勇敢。你不是一直想做一个品牌吗？那我们就一起忙起来，把那些破事儿丢掉。我想好了，我们的品牌名字就叫林岸，在闽南语里面呢，就是黄昏的意思，意味着天快暗了，就代表天快亮。丽丽姐，你能理解吗？就知道你不理解。哎呀，那理解就理解一下吧。别拍了，把箱子搬进来。姐，这是李总吩咐我送来的开业大礼。不得不说，这前夫哥可真大方啊！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啊？花他的钱不好吗？他心甘情愿的。拒收，从哪儿来的，搬回哪儿去。哎，有骨气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。姐，你们这真好，我和文浩都回去辞职吧，都跟你们干。千万别啊！姐现在可付不起你们的工资。那你们这店2个人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零针起手。不行，不行，怎么样 ？OK。3、2、1。Hello， 宝子们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，这里是我的闺蜜是模特，我的闺蜜是设计师，我们是爱离不离直播间，稍微有一点点缓慢，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直播，稍微有点生疏，大家谅解一下啊。看看这个在线人数
哎，庄丽丽是不是有一点太惨淡了？这现在真不行，我得来点猛货了。哎，期待一下，名牌包包，哇，我没看错吧？名牌香水，护肤品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首饰，彤彤，1元起拍。天哪，庄丽丽你疯了！哎，我没听错吧，家人们，主播疯了！反正放着是积灰，不如积点流量喽。1元这个价格啊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大家仔细看看啊，这个货真价实，是不是？什么假的？这些都货真价实的好吧？就是都是我前夫送的。哎呦，还买1送1嘞，这便宜你了。就是前夫，大家懂的都懂啊。这爱不值钱，但是有钱。越来过分了，捞女会1元钱卖给你，你薅了我的羊毛还要骂我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庄丽丽，你谨言慎行。对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别动，漂亮，好看。叶小爱，来，哎，对，光，啊，这个光很好哦，绝美的侧脸，庄丽丽，果然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庄丽丽。那你可要记住了啊，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张丽丽，但她把最好的爱都给了你。是你们呀，好巧啊！好巧啊！上次还没介绍呢吧？我叫小白，我叫小青，小爱，黎黎。今天穿的衣服也好漂亮啊！这衣服哪里买的呀？我们也想买一套。我们自己设计的，品牌名叫林岸，喜欢的话支持一下哦。太好了，我们正想买这样的闺蜜装，这套肯定能火。借你吉言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是上海人，来这边玩就不想离开了。平时呢，就给客人拍拍照，卖点茶叶和当地的特产什么的。对呀，这里空气好，生活压力又低，特别开心。走吧，我们去里面坐坐。我们店里来客人啦，直播结束啦。喜欢的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原来你们有这么多粉丝啊！小白和小青就差个许仙了。你们俩是亲姐妹吗？对啊，我是姐姐。我是模特，他是设计师。你们在这儿不觉得无聊吗？别提了，我刚毕业就分到了互联网大厂，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差点命都卷没了。现在来到了这里，感觉人生就像重启了一样，每天都过得好开心。好香啊，小叔应该会喜欢。我们自己做的，尝尝。谢谢。这茶呀，就这个世界有，过段时间想买也买不到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给他们包点儿。真好啊，这小日子。我感觉我们如果创业失败了，就可以来这儿摆摊。不错。我们怎么会创业失败呢？我的闺蜜是设计师，我们是爱离不离直播间，稍微有一。